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的特别报道，台湾民主先生李登辉。李登辉是第一位出世伫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嘛是头一个由全国公民投票直选所产生的总统。李登辉伫做总统的12年来，落实台湾的民主改革，互美国《时代》杂志称为民主先生。伊伫执政的后期提出戒急用忍甲两国论的讲法，引爆着台湾的统独争议。支持者甲反对者对台湾政坛这位领导人伫历史上的定位有无同款的评价。李登辉前总统出世伫新北市的三芝，早年受到日本教育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返来台湾复学，嘛有到美国留学。李登辉经历228事件，跨越两个时代，接受过3种文化的洗礼，而且得到蒋经国先生的欣赏，将做伊的接班人。咱就来看青年时期的李登辉，安怎为一个龙井的学者踏入台湾的政坛。红色砖仔壁插门充满真高历史轨迹，看一个真原hình记这3字真明显。就算年久失修，厝顶破一空，这栋背山面海、厝身护林3合一，却充满着前总统李登辉囡仔时代的回忆，因为这是伊的诞生地。入去厝内，大厅有古董的桌啊、甲椅啊，围挂伫壁顶的画特别领眼。是蒋经国甲李登辉做伙看梅花，两人拢穿古色的中山装，秘书有李登辉追随蒋经国治国理念的意思。有个画家就特别画给他们的，他们2个来互动哦，好像蛮亲密的。他什么都会询问他，像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你看他就是直接就找李登辉前总统。对，那感觉上就是真的很好了，关系不错。西元1923年1月15日，台湾是日治时期，李登辉出世伫淡水郡三芝庄，家境小康。因老爸李金良是淡水警察局的刑事，因老母江颖是家庭主妇，嘛甲人合股做生意。厝内还有一个大伊较无2岁的阿兄李登钦。他的爸爸就是当刑事嘛。有事情他就要走了，不跟一般的那个公务人员不一样啊。所以他的妈妈就是说主内了。西元1929年，李金良为淡水调派到汐止，开始受教育的李登辉伫汐止公学校读1年啊。后来因为因老爸职务调来调去的关系，前后转学到南港三芝甲淡水公学校读册。他父亲是希望他看有没有个好的教育环境，然后什么啦？因为毕竟我们这里三芝以前那个学校也不是说很发达啦，就是说教育程度应该也不是以前那么好，毕竟是乡下。反正他就是一直说努力让他去尽量让他去读好的。虽然李登辉伫公学校以第2名优异的成绩毕业，不过伊升学之路却是无顺利。伊连续2档公立中学考无调，才会使转去淡水公学校的中学部读册。进入中学了后，李登辉真爱体育，开始拍棒球，嘛有剑道。剑道讲究是等待上好的时机，然后做出致命一击，变成伊未来中正之路的无力锋尖。伊嘛因为剑道天分真好，老师推荐往选手之路去发展。一个人我多拍50个啦。
不过李登辉升学的意念真坚定，立志要发奋向上，要为家己人生打拼。4年级的时已经将5年级的册看完啊，在校的成绩嘛真好。中学的成绩单顶面，各科的项目平均拢有90分，尤其数学阁有满分的记录。属于李登辉那一辈的哦，时常到我这边来讲，图书是蛮不错的了。1940年，总督府推行皇民化运动，这份成绩单顶面的姓名，嘛为本来李登辉改做伊的日本名严李正南。过两年，学校有10外个人去考台湾高等学校，也就是即摆台北师范大学，却是敢若录取李登辉一个人，而且地方上唔捌有人考调，伫乡里之间造成真大轰动。李登辉进入台湾高等学校，选择文组以英文为主，国文、铁学等嘛都爱学习。伫全班40个同学内面，连伊算在内，总共才5个台湾人。这个时期，李登辉各种册都看，包括历史、社会主义等等的领域，累积丰富的学识甲涵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太平洋海空激战，本来爱读3年的高等学校，2年半就会使提早毕业。1941年10月，李登辉决定要离开熟悉土地，为家人上船去日本神户，考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林经济科。李总统那个时候本来到日本去，他坐船嘛，那因为碰到这个台风啊，后来台风那个船没办法马上到日本，后来船就停在大陆的一个地方。后来李总统看到大陆地好大，人很多，他就说他到日本去读大学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要读农业，就让全民都能够吃得饱啊，吃得好啊。京都大学农经系的，那个时候的京都大学是日本仅次于东京大学，是很好的学校，农经更是这个学校非常出名的一个学术单位。不过李登辉伫京都帝国大学敢若读1年尔，后来就被征调为西亚兵，陆续伫台版千叶甲名古屋高射炮部队伫驻兵，即马见证着战争的残酷，嘛互伊甲自愿驻兵的兄长李登钦从此天人永见。汤准了，不是烧了几天几夜的。他就坐在后面，还没有起房子，这边看下去就在富贵角那个地方。他说他的儿子可能就在那，可能就是在那个船上可能是他有他的儿子在那边了，他说能够跑得了。1946年春天，日本战败，战争结束，恢复学生身份的李登辉决定返来台湾，进入国立台湾大学读册。1947年初，外省人甲本省人对立愈来愈严重，最后爆发震撼全台湾的228事件。李登辉伫新台湾的主张这个册内面有写到，国民党接受台湾了后，采取去日本化的政策，实施反日的教育，会感觉真气愤的是，袂使阁用日语。这互惯习用日文写字思考的李登辉真艰苦。所以讲，伊参加读册会，反对政府的示威行动，嘛拢徛伫上头前，甚至甲真侪好朋友成立一个团体，叫做新民主协会。我的朋友，伫这个事件中啊，有人失踪，有人死亡，登辉啊，也差一点啊，都互掠去啦。所以啊，我是228事件的见证者。1948年5月，取得毕业证书的李登辉留伫学校做助教，代代农经系到即马依然保留伊的藏书甲报告，并且设有文物的陈列性。他有时间就阅读，我想大部分他应该都看过，尤其是一些更早期的日文书籍呢，他
大概因为他懂日文，所以他也看了很多。有几次请他回系上来来演讲或是系友会，他是非常和蔼可亲，而且尤其他非常喜欢跟这个我们系上的学生呢互动。李登辉倒出社会，爸母嘛开始替找对象，熟悉淡水细站的地主的查某囝叫詹文辉。伊毕业伫台北第2女子中学，就是即摆中山女高，伫台湾银行营业部伫上班。他们是同乡啊，李夫人啊，也是当地的这个很出名的家庭出生的，接受的教育呢是当时日治时代是一流的学校，所以他们的结合，人家一看才子佳人的一对没有错他们2位只是在一般来看身高差得太多，那个时代的女孩子太高的话没有人会理的，所以夫人的身高是非常适当的，非常好的。是李登辉先生太高了。相亲熟悉李登辉、詹文辉2人差3岁，财主家人的组合，1949年2月决定行入礼堂。宿舍前的结婚相片，浓情蜜意的模样，和证人真新鲜。他是接受日本教育的，日本教育里头，所谓政治人物的旁边的这个配偶夫人呢，是尽可能不要去介入插手在先生的事业里头，尤其政治的这个所有的人事安排。政策的厘定，所以他是在家里头做一个非常所谓贤妻良母型的一个太太，很标准的。结婚后，男主外女主内，感情真好。大汉后生李显文，大汉查某囝李安娜，第2查某囝李安妮嘛陆续出世。我常常跟我父亲在客厅里头，我们一起做什么事呢？一起解那一团杂乱纠结在一起的线团。然后就常常把它全部把它理清理成一条以后，然后把它重新卷起来，然后完成了这件事，然后就把它收到以后，就很开心。学做一个好老爸，伊嘛无放弃对学术的追求。深深受到日本教育影响的李登辉，连接美式的教育，陆续得到中美基金奖学金，2摆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以及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博士。毕业后，随返来国内，被聘为农学会基政兼台湾大学的教授。我就在考他了，他说：“阿辉啊，我们这个地方的田一甲地可以收成多少？”他讲起来都很准。延过1969年6月某一天的透早。警备总部雄雄吹上门，点名要约谈李登辉，打破理解的人平静的生活。为透早到半暝，持续足有1礼拜时间。想到这段恐怖的过去，李安妮印象也真深。记得那是清晨嘛，那我父亲，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是很其实蛮镇定的然后他就告诉了我母亲，就是家里头的这个经济要怎么样的解决，然后有哪些的这个资源管道然后可以去哪些地方求救求助，还有一些的这个支票本怎么签名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过我那时候年纪很小就是我大概唯一就是有感觉的，就是好像家里发生什么很严重的事情，然后爸爸是不是就一去不复还？开了吉普车把他带走，1夜没有消息，然后再回来，那也是我觉得是蛮大的惊吓这一年46岁李登辉也唔知影人生突然发生改变，因为结束调查，伊事后回想，约谈的过程中，调查员捌甲讲过，敢若蒋经国才会用你这种人。原来这位一心研究学术的农经学者，
正得到蒋经国的欣赏，加入国民党，迈向中正之路，成做台湾近代史上民主改革的领航者。